好似冇2米喎，你咪黐線，我都有2米，好叻啊！各位觀眾，請你喺黃色線嘅後面就座，身體唔好有任何地方突出黃色線外，水準都係。水準都係啊！我直接知道啦。唔係啊，我彈翻俾你。我知啊，我手打我知啊。係啊，
好，場外嘅觀眾重複多次，請你將你身體任何一個部分按翻入到紅色線後面。如果影響比賽咧，我哋會請你出去除外。
就係啲冇嗰啲。係咯。我打算。我見過你出事。我知啊，我見過出事。喂，係咯，你試下。係啊，呢啲平。